大家平安，我是吴玉金哈。伫我身躯边即位是雷明翰兄哈。伊对北加州来，我对印第安纳来，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来到 Chicago， 甲咱乡亲开讲哈。咱今仔日的主题是伫美国教台语，请族群意识去台湾国。哈，咱知影接续明年的2月开始，咱 Chicago 就会有台语课，哈，也有囡仔班，也嘛有台湾历史班，哈，这是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大欢喜，嘛真光荣会当来做囡仔的，咱囡仔的先生安尼，哈，啊嘛有机会来和大家讨论台湾的历史。啊，另外一部分，咱嘛看到咱台湾即马立法院出代志，其实大家拢足想要改变这个现况，对无？嘿，啊要安怎做？其实族群意识甲语言的意识是绝对有关系。啊，要安怎咱伫美国这边请囡仔，也是讲请咱家己的族群意识，要安怎做？咱今仔日其实真欢喜有机会会当邀请北加州北加州这边因台湾学校的先生来甲大家讲，因伫北加州是安怎做，做甲不只成功因阁成立一个家己成立一个基金会，叫做经南书院大家即马看到伫遮经南书院明翰会甲大家了解经南书院成立的头尾甲因的理念所以咱今仔日的流程是安尼有一个话头头起先会先，互大家看一块影片，过来明翰会了解因台湾会馆咧做的代志台湾会馆的台语课，安怎要安尼教台语因教台语是有一个法度的接续就要讲经南书院这部分讲煞我会简单自我绍介，互大家了解我这个人的背景过来就要讲安怎安排咱的台语课课程的安排，阁有历史课。煞尾会有一个，搁放一块影片，互大家看即块影片就会变做是甲大家分享好，即马就我来放头一块影片迄块影片请大家爱斟酌看影片放了就时间就交互明翰会问大家伫影片内底看到啥物好，咱即马就来看即块影片。好，即礼拜要来做肉羹。敢有食过肉羹？敢有食过？伊今仔要迄个教咱煮的是迄个泡面、炒饭，安尼就迄个欢迎嘞老师好，大伙。我知了。巴西，甲我讲，巴西。高丽菜。青饭。菜切偌大地，真大地，卖伤大。卖伤大。To take out of the pot. 对，green onion. 长 Water. Cabbage. 来，椒啊，黄水啊，红水，红中会花，到底为虾米？鱼啊，春假拢是无教，安怎会煞位？好加讲罗马字教囡仔，罗马字教囡仔才有用效。所以咱来看，来问大家讲，拄则伫咧这影片内底看到啥物？你看到啥物？你看咱安尼写罗马字我感觉，我想讲啊，大概有人感觉会硬叫啦阮有阮的理路是安怎会写罗马字毋茫讲今日讲了，你会当理解嘛会当认同阮使用罗马字的原因。好大家对影片内底看到啥物？敢有人要讲者？想看卖，恁看到啥物？啥物意见拢会使，对。你看有啥物甲平常时上课无共款的物件是？我来讲，拄则敢有人听到中国话？无半句中国话对无？所以阮
上课都是全台语，嘿，全台语。啊，你看，阮咧教的时阵，都爱比手画刀，是安怎？因为事实囡仔台语无遐尼敖，嘿，对，伊敢有食过肉鸡，啊，泡面、炒饭，对吧？嘿，啊，这有意识去做，就是你若是无迄个全台语上课的决心，啊，你就无可能用即款法度咧教，你就一定是台语，迄个中国话就走出来，就开始甲囡仔用中国话解说我拄则咧讲啥物，啊，迄个效果就无去啊。嘿，所以这是头一项，阮坚持全台语上课。为着全台语上课，你要下决心，嘿，下决心了后有行动来解决，安尼解决囡仔台语听事实听无啥有的即个问题。吼，啊，第二个就是，嘿，用相片。啊，我要讲的是，叫囡仔教囡仔，好过世界赞。嘿，所以你也先培养一阵台语咬的囡仔。啊！你甲伊讲，咱今仔要安怎教？要教啥物？叫因去教。因为大人教囡仔教，囡仔袂遐尼啊有趣味。啊，毋过来一个囡仔甲因教，因普通拢足欢喜，嘿对，嘿吼，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写罗马字。吼，拄则你看遐囡仔安尼念歌词，念甲足顺对无？嘿，你写汉字互因看因念出来袂？绝对念袂出来。嘿，所以阮拢是罗马字念，因就安尼念。嘿，所以这是。阮即马上课的情形，吼啊，拄则大家看到的是主讲课甲合唱团即两个上课的过程，好啊，所以遮就来小解较早北加州的台湾会馆设一个台湾学校啊，在教囡仔的情形，吼，因主要的课事实是中文课，中文课啊，有一寡用中文在教运动的课啦，还是行棋的课啊，有诶无诶一大堆的课。啊，其中有一节课就是台语课，吼，所以因有在教囡仔的台语课，啊，用的课本是教育部的课本，嘿，吼啊，我啥知影咧？因为2013年我送阮囝去上的台语课，啊，头一礼拜倒转来，阮囝甲我讲，我可能使卖去，嘿，我毋讲是安怎无想要去，伊讲。先生台语评我较烂，是安怎我要去上课？嘿，对，啊是安怎伊有即款感想？就是迄个先生第一上课无完全用台语讲，就讲足侪中国话，啊伊就感觉我是来遮学台语，还是来学啥物？嘿，啊就感觉先生台语评伊较袂晓讲，伊有法度甲伊的当初解说的物件，先生爱用中国话来甲迄个学生解说，吼，所以伊就感觉迄个先生台语无好。啊第二是迄个先生毋捌字。毋捌字的意思是毋捌台语字，伊袂晓写台语，吼。啊，你敢有看过倒一个教英语的先生袂晓写英语？但是台湾会馆的台湾学校会找一个袂晓写台语的人来教台语，是安怎？因为咱普遍的印象台语无字，袂当写，所以嘛无人会去学台语写字即个部分。啊，袂晓写字就你连现字典都袂晓，你要安怎教囡仔？所以，因的课本会去选教育部的课本是安怎？我调你看教育部课本是啥？敢是咧教台语？毋是啊，毋是咧教台语，教闽南语啊。吼，啊，搁这教出来，敢是教出台湾囡仔？毋是，教出来是教中国囡仔。嘿，啊，所以因的课本，你袂晓台语的人看有80%。所以毋是正讲咧教台语的课本。好，这是较早吼，阮开始去台湾会馆教台语进前的情形。主要是中文课，台语课是加吼啊，所以愈办愈衰微啊。吼，尾也剩一个学生迄个学生就是阮即马金南书院的理事或者批体，伊甲因囝报名，甲剩一个学生。啊，台湾学校校长是讲，好啦，就总共甲剩一个学生，咱台语课嘛是爱办落啦，嘿，啊，就是因有迄个心，但是伊毋知要安怎做，好啊。现代阮去教的起点是安怎？是安即马会办甲平较早较好，吼，就是咧有两个少年家，吼，因伫咧网络顶办San Jose Taiwanese Language Meetup 是一个网站嘛，你通去招人来参加活动，对无？吼，啊，即两个一个叫做Konrad Steinbach，伊伫 DC 大汉，老母是台湾人，老爸是德国人，所以伊名是德国话，吼DC 遐有台湾学校，因。办了不假成功，毋过因是用迄个一种书写的法度做现代台文，吼所以伊有学起来，就是现代台文伊会当写，会当读。即个Dennis伊是
伫 LA 大汉的，伊敢若晓讲台语甲英语，袂晓讲中国话，吼，所以伊较袂晓讲，所以即两个一个会晓讲，一个会晓写，一个袂晓写，一个袂晓讲，拄好斗起来会当去上课，因就是一个月开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去图书馆去甲人注文一间会议仪式，就招学生来上课，上课了去隔壁的咖啡厅开讲。所以就是一个月2个活动，上课1点钟，开讲1点钟，安尼。我就是安尼熟悉因2个人。尾我是甲因讲，恁安尼袂进步，学生嘛袂进步，恁先生嘛袂进步。你一定爱捌字爱读册，因为虽讲伊捌字，但是伊迄现代台文无册通好读，敢会当教学生，就是敢若注音迄款感觉。你爱读册，才有法度进步。去看较早。古早时代人留落来的迄款文献，会互你的台语大进步。我讲爱办读册会，所以我办读册会。拄则讲的迄个，敢若一个学生因老母或者 Patty， 就台湾会馆的算是义工啦吼，都有来参加阮的读册会。阮就甲伊讲阮安逐个月办伫图书馆，属实足够工，无家己的所在，就爱临时约束，临时去注文。又讲，若无煞来会馆办啊，所以阮就2019迄冬，就伫咧台湾会馆用伊的教室，就继续办共款的物件。结果过来就中国肺炎，中国肺炎的时阵，就遮聚会就拢无去啊，对无？阮就甲物件刷去线顶做，就一直到单。所以因办即个Taiwanese Language Meetup， 证明一项代志，就是大人的台语课起草真好，有足侪大人想要学。因迄帮阵招着学生是啥？第2代，就台美人第2代，台湾新妇、台湾竞赛，搁迄款语言课，就是因的兴趣就是学语言，拄甲就介意学语言。我有一个朋友，去年迄个原住民委员会派伊去出钱派伊去Budapest 参加迄个 International Polyglot Conference， 就是即款语言课的聚会，伊的任务是啥个？就是去遐小解台湾的语言。台湾有足侪啥物原住民语足侪啊，就10外种语言。全世界人遐语言可无人知影呢。你因敢知影讲台湾就是在讲中国话，毋知影讲台湾语言遮尔丰富。伊转来印象是安尼啦。遐个人已经无想要学中国话啊，因为中国话伤过普遍，对因遮语言课来讲无趣味啊。毋过台湾其他的语言，因拢真有趣味，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因拢感觉讲，这是足趣味的代志。所以这是伊阮迄帮阵收到学生大概是安尼。所以经过对中国肺炎到即马4冬的时间，阮的课程都差不多较固定啊，所以大生就是大人的台语课，大人台语这就是教完全袂晓讲台语的人。阮开4学期的时间，甲一本册叫做《Bite Size Taiwanese》教了。这个《Bite Size Taiwanese》是啥写的？是纪品质，伊是多伦多的人。较早咱会讲多伦多是台语运动上一个最重要的所在。伊是遐带出来的一个少年家，伊就编这本课本，算是不假好用。过来，若是会晓台语的人，会当来参加阮的开讲会。阮就是嘛，亲像上课安尼，一礼拜安排一个主题，你转去先准备，来讲互大家听。所以这是开讲会。想要捌字的，无想要做青米牛的人，就来参加咱的捌字班。若是捌字了后，就当参加阮的读册会。这算是咱的目的啦，就是一定要读册，一定要读册。这是大人的部分。囡仔的部分，就是囡仔台语，就是共款对熬早10月开始教。过来主讲课，因为即马大部分的囡仔伫咧厝呢，属实无台语环境，就父母袂甲囡仔讲台语，足奇怪。所以对因来讲，台语就是一礼拜1点钟来会馆上课。即款的语言对因来讲是属实无使用的空间。所以阮就想办法做一寡，互台语会当摕来用的即款课，就是大家同齐来煮物件。我用台语教伊安怎煮，你要讨论讲这安怎
爱囥偌济，你爱问偌济，你袂使用别个语言问，对无？嘿，所以台语注册课，互台语有一寡路用。过来是合唱团，这主要是比如讲，侨委会啥有表演的活动啊，对无？会叫台湾会馆派人去表演，所以这就是为着迄在准备。无想要表演中国的物件，无想要表演中国的物件，所以阮就是办台语合唱团。所以这是阮即马课程大概是安尼安排。好，这也是讲阮大概逐档有偌侪学生啦吼。2019迄档就是教官在 Meetup 刷来，所以差不多10个、20个，遐尼侪学生。毋过国内因为是用台湾会馆的名义去招学生，过来而且是伫咧线顶招，所以全世界的人拢会来，毋若敢若北加州的人，东方嘛有，欧洲嘛有，所以一档差不多拢有100个，差不多100个，遐尼侪人，遐尼侪学生，囡仔大人拢算起来，就差不多100个。学生的身份是安怎呢？差不多遮尔侪是伫台湾大汉的。所以就是会晓讲台语的，遮主要是开工会、8、2班读册会的学生。即个最大一代就是台北人第2代，即个就是阿独啊，所以大概学生的组成上，是安怎会需到遮尔侪台北人的第2代？因为即马因细汉的时阵，因的爸母会送因去啥物所在？会送去中文学校，学中国话。毋过大汉了后，因拢问因爸母讲：是安怎你细汉时阵无教我台语，所以来阮遮上课。所以遮的第2代台北人的认同，因要找找台湾人的认同，安怎合作台湾人？因就理解就是讲台语的才是台湾人啊。凭阮即end的，就是阮即end到阮爸母即end。迄心肝内会送囡仔去学中国话，讲伫咧美国，咱祖家的语言毋通放，煞是带囡仔去中文学校学中国话。等到囡仔大汉了后，伊就会讲：是安怎你细汉时无教我台语？所以台语就是认同的根基啊！因大汉就知，想啊，即马咱无咧送咱的囡仔去学台语。阮有拄着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囡仔会感觉台语无路用，伊会感觉台语无路用。是安怎会感觉台语无路用？厝里嘛无人咧讲啊，出去嘛找无人讲啊。一礼拜来会馆上课1点钟，安尼即款语言的路用是伫倒位？认真讲啦，你袂晓台语，伫台湾选总统选会着，对无？你袂晓中国话，伫台湾考高中敢考会着？高中无法度读，你即世人就扣角啊，对无？你含迄个食好饱、穿好烧的锁匙都摕袂着啊！所以敢是台语无路用，有影这是事实，对无？毋过我来讲台语，敢是因为台语有路用才来讲台语？我毋是因为安尼才来讲台语，我来讲台语是因为我就是台湾人，我的生活就是台语，用台语在过日、在过生活，所以我就是安尼讲台语，毋是为着有路用，毋过咱爱来思考即个代志，就是台语无路用即个事实、即个现实，咱要安怎来改变？所以咱来看来，即个人，敢有人知影是啥？姓牛啊，牛山伯牛啦，就是牛顿啊，牛顿姓牛，1643年出世，倒一个人，英国人，讲啥物话？讲英国话，好。毋过，伊即世人上重要的发现是啥？就是去互苹果牵着，迄个发现着，就是动力啊，动力是伊即世人上重要发现，所以伊就为着即个发现写一本册，Principia Mathematica，敢是英语 ？Principia Mathematica 敢是英语？毋是立定话对无？所以伊在写伊即世人上重要的著作，毋是写英语，是写立定话，是安怎？安尼伊在发现动力即个物件的时阵，伊敢是讲 gravitational force， 毋是对无？伊头脑内底是立定话，所以迄帮阵是毋是英语无路用？
是嘛对无？因为遮尔重要的人，遮尔重要的发现，伊即世人上大的成就，无法度用伊家己的话写出来，爱写别国的话，英语无路用啊。嘿，吼，啊，敢有影完全无路用？偏伊较早一寡有一个人，莎士比亚，吼，伊偏拄则讲的牛顿，小可较早一寡，毋过伊是英语真重要的一个作家对无？是安怎伊会写英语？是安怎牛顿袂写英语？因为伊写的是剧本，是要表演的语言，是要上台讲互人听的语言，所以伊会写英语。吼，咱有知影讲，迄个时阵毋是完全无路用，是事实是伫咧较表演性质的，是英语是有路用的。毋过较认真学术性质的，英语是无路用的。这甲即摆台湾是毋是真亲像？就是咱有台语的电视，有台语的歌，毋过无台语的课本，无台语的物理课本，无台语的数学课本，对无？是共款的情形嘛？吼是安怎迄帮阵会有英语无路用即款的情形的出现？吼，就是因为教会天主教教会因伫统管所有的规个欧洲的所有的知识，拢是放伫教会的手头所以要讲到知识即款物件，就一定是用列丁语，毋若英语无路用，欧洲所有的语言伫迄时阵拢无路用。啥物时阵开始有改变？就是路德改教，甲欧洲人对教会的束缚内底透出来，欧洲的语言才开始复兴，才开始逐国的语言拢有路用。所以咱来看，咱台语的无路用是安怎来的？互大家想看觅，台语的无路用是安怎来？台语要有路用，要安怎发展？欧洲的会当互咱知影，对无？所以台语敢是完全无路用？是毋是自早就无路用？毋是，台语较早有路用。咱来看台语较早的路用是啥物？来，来，这篇文章是1932年12月刊伫咧台湾府城教会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林茂生。伊在讲啥？伊讲迄帮阵的台语受到日本话的影响，开始借日本话的词入来。即马咱请玉琴姐来读这篇，互大家听。好，来我来念这部分。伊讲。大家会使试看觅，写书台湾话，写书台湾话变迁到遮强烈。总讲一句，就是新文明的影响。帝国冷台以来，新的文明直直入来，有新的文明就有新的新的生活，有新的生活就有新的思想，有新的思想就爱有新的话来下伊用。逐国的国语的变迁，多者拢是对受新的文明来起因的。日本国语古早受汉字的文明的影响来变迁，也是现代受西洋文明来变迁，就是安尼。英国的国语受 Anglo-Saxon、列丁、希腊、以及希伯来的文明的影响，也毋是安尼。所以咱看到古早伊在讲一项代志的道理的时阵，伊会当用台语安尼讲。我感觉现代的台湾人大概很少有人有即个才调，所以古早台语有即款的路用。咱搁看后一篇，这是1925年左右，差不多。淡水中学的校长叫做陈灵通。陈灵通伊去日本是帝国大学去学物理学倒转来，伫咧淡水中学做校长。伊刊一篇文章伫咧挂菜纸，头前后壁拢是咧讲遮个问题、遮个物件。这篇叫做光的紧，就是光伫咧空间进行的速度。咱来读看觅。好，我来念这边。伊讲总是1675年，荷兰的天文学者雷马有发现，光在进行的紧是有限。后来几若个后的学者真详细研究，就确实知光的紧1秒间30万，颠倒数字家己袂晓读，30万 km/s。
约有76000外里吼，76000外里就知影我数学数字袂晓看吼。若是啥会紧，照物理学者所研究，伫空中1秒间才有1100外笑尔定，好，差不多是安尼。所以这在讲物理的物件，对无？科学的物件，较早台语是会当讲这个物件的，吼。吼，啊，搁看后一个吼，这篇是内外科看护学，吼，这是有一个叫做戴仁修医师，吼，就是台北有迄个啥泰国病院创办泰国病院迄个医生叫戴仁修，伊是总编辑，内底内容拢是台湾人写的，吼。戴仁修毋是台湾人，大家知吼。内底内容拢是伊请台湾人写的，台湾医生护士。这本课本的目的是训练护士，所以你上课上了，你就当做护士。第5章在讲论肺甲肺管系统。肺是身体内最要紧的液，因为这号是培养身躯的质。肺的作用，较要紧的有5项：即将对食物所得到的滋养料运送到身躯的组织，来培养通身躯各所在。2、将酸素运送到身躯的组织，让呼吸的时所得到的酸素，甲身躯内别面的元素相合，就会互身体生出烧热。3、是为互通身躯各所在有拄好的烧热，所以这是咧教医学，所以台语有医学的内容啊。后一个，来，敢有人知影这条线安怎念？这条线安怎念？嘿，恁念的法度就是中国的法度。来，咱看较早人安怎教咱念这款物件。这本册是1898年出头一本，这是第2本，是伫1903年对，顶下集啦，1902年出版的，叫做必选的初学。必选意思就是 arithmetic， 就是小学生在学的迄数学，必选的数学，分数。伊讲检采将一件声是一项物件，一件声分做滚分来记几个，迄个法度下面排列，所以咧讲分数 fraction 叫做分数，4分的1分，就安尼。伊后壁讲要简单讲，就免讲4分的1分，咱讲4分之，所以这是4分3，这是7分6，意思7分内底6分，10分9，万分101，嘿。讲分 A， 啥物叫分？就是只爱画1分啊，2条线中画1分。分 A 所记的数叫做分母，分顶所记的数叫做分囝。譬如讲8分7，分母就是8，分囝就是7。这小学的数学啦，对，小学，所以即摆的人敢有才调安尼讲数学，大概是无才调。毋过小学数学是安怎台语袂当讲？遐尼简单的物件，古早台语有数学的内容啊。来，搁看后一篇，来这篇大家敢看会出来是啥？在写啥？过年对，这篇是较文学的个，写的人是吴小峰，吴小峰记，伊讲加入点睛。简单点睛的穿话，甲国旗日本时代国旗的装摊，忽然有噼啪的声，四面在应，宛然亲像战阵的机关枪。这是啥物时阵呢？就是新年的初一早。过一点仔久，日对东出，日光照着树叶，阁有淡薄风。就那显出伊的美丽，过年的景致有安尼，无怪叫做恭喜。所以这是文学啊，所以台语有文学的内容啊，所以是安怎讲台语无内容？敢有影无内容？是即马无内容。古早台语健康发展的时阵，就是台语是真有内容的。
就是咱有看到遐个路用。所以咱要来问即两个问题：安怎互伊有路用，互伊阁有路用？吼，安怎互囡仔感觉台语有路用？即两个问题是无共款啊，一个是正讲有路用，另外一个是互囡仔感觉有路用就好，因为伊感觉有路用，伊就会想要去学，对无？吼，所以，歹势跳伤紧，好来，咱若讲要有实际的路用，这是较学，嘿，吼，就是像拄则讲的，你考高中就考袂掉，嘿你无法度去大学读册，迄个路用伫倒位？若是有一天，咱台湾有全台语的大学。台语绝对有路用，嘿，所以这个物件毋是遐简会当做会到的，毋过咱拄则嘛看到台语有认同的路用，伫咧台湾的人检测较无迄个感觉，毋过伫咧美国的第二代，对因来讲台语是因认同的头一步，嘿，所以台语对因来讲是有认同的路用的，这伫咧台湾是看袂到，毋过，咱伫咧美国要教台语，会当利用即步，你若就足侪学生，尤其是大人，要安怎互囡仔感觉台语有路用？就是用台语来过节，你的生活内底拢是台语，安尼，伊要甲爸母讲话爱讲台语，安尼敢无路用？对因来讲，爸母就是因生活中生命内底上要紧的人，爸母是讲台语，因敢有法度无讲台语？过来就是世界互因找着台语伴。所以这是台湾一个伫请台湾囝的组织，叫做欧妈妈协会，专名是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好无协会，足长，毋过阮拢叫伊欧妈妈协会，就是因毋管去露营去创啥，拢是全台语。因若带囡仔去美术馆看人的美术的展览，因就甲人先讲好势，因去用 tape 甲所有中国话介绍搭起来，看袂着。家己早一台迄个 portable 的迄个幻灯镜，放迄个导演迄个内容伫咧壁顶悬，来甲囡仔解说讲迄个讲啥，因是做到即款程度的，所以囡仔出门对因出门拢看袂中，听袂着中国话，看袂着中国字，都是全台语，安尼咧生活，安尼囡仔就感觉台语有路用啊。好来，拄则是伫讲较古早的时代的代志，即马请玉琴姐来讲较现代的代志。较现代的代志是好。即马拄则明汉兄讲的是中华民国占台湾进前发生的代志，台语的状况。即马咱要来看中华民国占台湾了后，台语发生啥物代志？其实咱在场的先进应该拢知，台湾就是经过政治的高压统治。政治特别高压统治，咱的喙齿就互人加长，袂当讲家己的语言，一定爱讲中国话，家己的语言，迄个时阵，毋管你是讲啥物语言，拢一定爱讲中国话，袂当讲你的语言。迄个时阵伫台湾的通用语是台语，毋管你是啥物族群的，加减拢会晓台语，台语是会当是传导交通的，毋过中华民国占台湾了后，就讲袂使，你伫公开的大学、伫学校一定爱讲中国话，伫学校讲中国话，我爱防范字，对无？好，这个状况咱拢知影讲，伫1980年代有真大的变化。这个人，咱1980年代有真侪先进拍拼牺牲，这是占一化，伊要牺牲的进程，手揪一条布条啊。迄条布条顶悬写生为台湾人，死为台湾魂。这个时阵，这个时代，为咱争取着政治的台湾人为家己争取着民主，是咱即马有民主会当转票，毋过文化咧，咱敢有甲咱的喙齿接转来？即部分敢无需要做？咱敢是讲继续讲中国话，讲家己是台湾人，用中国话讲我是台湾人安尼，占一华所讲的迄个台湾人，甲台湾魂是啥物？其实我家己嘛一直咧思考即件代志，所以才会行来到遮。好，咱若要讲台独运动，一定会讲到应该讲，咱若要讲台湾的民主化，一定会讲到海外的台独运动是安怎影响台湾，对无？咱的画拍。咱同乡会的组织，拢是真大的力量，真大的帮助。
其实台语文的状况嘛共款，吼，啊，毋过即部分是罕得有人知，吼。咱要来讲90年代海外的台语文运动是安怎影响现主时台湾的台语文运动的进行，吼。要讲海外的台语文运动，一定爱讲到即份杂志，叫做《台文通信》，吼。《台文通信》是1991年7月时阵伫南加州创刊，吼啊，这是30档的时阵吼，就是2021年，嘿，因出一个纪念日刊，吼，内底收早期《台文通信》要紧的文章，吼啊，因是安怎要有即个《台文通信》？吼，代志是安尼，吼，就是共款，因嘛要先想讲，1980年代吼，有真侪台湾的移民来到南加州即个所在。啊，嘛有真侪台湾学校，毋过人送囡仔去台湾学校咧学啥？咧学中国话，吼，就是共款即个状况。啊，南湾即个所在吼，因着有一群人感觉讲安尼无妥当，咱上无爱想办法开台语班，吼，因着招着学生4班中国话班，2班台语班，吼，啊，要找教材。先看迄个时阵教委会教材吼，教委会教材摕来，中国话教材写。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大家拢是中国人吼。80年代的教材安尼写吼，安尼讲袂使吼，一定爱家己编吼。所摆中国话教材，因嘛是家己编，啊，着无用注音吼，就是因为咱嘛知影讲注音符号嘛是甲咱喙齿加长的一个上要紧的因的家私吼。好，所以因着无要用注音吼，啊，因着家己编教材。台语即部分嘛是共款，家己编吼，啊，就是教囡仔白话字吼。毋过共款，一礼拜送囡仔1-2点钟，吼，家长嘛感觉，哎，就是囡仔啊，无敢若无真侪环境会当互因好好讲台语，吼，送囡仔1-2点钟，真费气，吼，所以就放弃啊。毋过即阵原底创办台语学校的即阵先进，因就感觉讲，这是台湾文化的大飞机。若是父母无要甲囡仔讲台语，吼，即个咱的文化就无法度传落去，吼，所摆因就讲办学校无法度，无咱来办杂志，吼，办杂志要安怎办？安尼爱先看现主时吼，因迄个时代1990年代吼，迄个时阵会当看到北美洲，也是讲台湾即边吼，有伫写台语文的杂志，吼，啊，因就甲找文章出来看，读的就决定家己办杂志，吼，啊，因的创刊号是做安尼，吼，这是因的第一期，吼，台文通信创刊号，吼，啊，1991年的7月时阵，创办人是即摆还阁住伫南加州的地龙光先生，吼。啊，因迄个时阵就咧讨论讲，安尼咱爱有一个上顶，吼，对，啊，就是伫遮，吼，啊，顶悬有啥物，咱来看。伊讲台文习作会的会徽，就伫即种热烈的讨论下产生咯。伊亲像是一拍将要火起的火种，一支小小烧了就化做火夫的番仔火，一条期待人来经过的桥。一区欠人耕作的田园，一个可能无观众的舞台，阮就安尼来开始。阮啥物拢无，阮所有的只是一粒疼台湾的心，甲一个毋肯放弃的信念。今日若从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这是因的创刊词。好，啊，咱就看到即个会徽顶悬有火种、有桥、有舞台、有田园，吼，这是因创办台文通信的目的，嘛是因的理念。遮尔好的理念，当然爱甲传出去，对无？好，所摆用啥物款的法度？吼，第一就是鼓舞大家成立读者联谊会，吼。过来就是台湾学生社，吼，透过台湾学生社来放送，吼，过来有台湾人夏令会，吼，这是咱北美洲同乡会的活动，嘿，过来阁有除了海外，吼，就是伫北美这边发行，吼，当然嘛爱有岛内版，吼，海外版加岛内版，好，咱来看第一项读者联谊会，吼。因创刊了后，就鼓舞大家吼，伫因的杂志顶悬就讲哦，大家会当成立读者联谊会，啊，即个联谊会要创啥？就是大家同齐读台文通信，读了，恁有啥物意见？吼，恁讨论了后，欢迎寄批来互阮知影，吼，啊，因就会甲读者的投稿哦，摊伫顶悬。好，啊，1991年创刊了后，伫1993年，吼，就头一摆
伫台湾因就办一个全世界吼，全世界人读者拢有转去吼，转去办一个读者联谊会吼，联谊大会安尼。好啊，台文通信的联谊会上济时阵有25个吼，全世界有25个吼。啊，伫托朗托这边甲台湾的中华吼是时间上久长的吼。托朗托这边就是拄则明涵讲的吼，有一阵足坚心伫行台语文的台语路的迄一阵先辈吼。啊，因嘛是后来台文通信要为美国刷去其他的所在编辑的时阵，因就甲即个编辑的时间甲换起来吼。好，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法度吼，就是想办法为北美吼拖出去世界吼。啊，即摆看到的就是托朗托编辑小组吼，这是真要紧的。啊，托朗托编辑小组内底有一个灵魂的人物，就是咱后壁佫会绍介陈雷先生吼，陈雷医生、陈雷先生。好，佫来咱来看台湾学生社。伫1990年代，其实台湾有真侪大学就已经有台语社，因为迄个时阵也无台语系，对无？啊，就是有真侪学生为着要救家己的语言吼，啊，所以伊就成立台文社，吼。啊，即个社团因参加了后，有机会来美国留学的时阵，因嘛接触着台文通信，吼，啊嘛。斗3工换台文通信的编辑，吼啊，后来转去台湾了后，因就诚做是台湾教学现场的学者，吼，像咱知影的，就是有蒋维文，成大的蒋维文教授，啊，台东的张学谦教授，因拢是迄个时阵台文通信的编辑，好，过来是台湾人夏令会，这大家可能较知影吼，就是咱北美洲有同乡会，逐冬拢有办。台湾人夏令会，啊，这当然是宣传台语文的一个上好的时机，对。所以因就甲大家讲，咱乡亲吼有台湾意识，咱就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吼。1991年创刊，1995年的时阵，因就有法度招着一群人，吼，来办一场台语文夏令会，吼，毋是台湾人夏令会哦，是台语文夏令会，吼。啊，所以为迄阵开始，吼，就是一直逐冬拢有办台语文夏令会，啊，后来因为就拄着中国肺炎，就停办，吼，啊，改做线顶，啊，即摆会当看到的聚会的形式，就是逐礼拜。线顶拢有一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迄就是算是即个活动的延续，吼。过来，台文通信是伫北美创刊，啊，毋过主要的战场，台语的根当然是伫台湾。所以有因头起先伫出刊的时阵，就有海外版加国内版吼，倒来版，吼啊。差不多伫1995年的时阵，台湾有一份报纸叫做《台文网报》，吼，即马通信这是即马才佫加起嚟的，吼。台文网报迄个时阵因内容其实较侪是文学的个，吼。啊，台文通信为北美就是美国9冬，托朗托12冬，编辑了后，因就刷转去台湾的时阵，就甲台文网报合刊，啊，就变做即马。大家读台语文一定会读到的这份杂志，就叫做《台文通信网报》，吼，好，这就是台文通信安怎为海外拖转去台湾的一个法度。好，啊，要来看内容。拄则明涵讲，早前台语是有路用的，啊，后来中华民国占台湾了后，台语变做是无价值的，粗俗的人才会讲的语言，这敢对？毋是啊，吼，咱拢知影这毋是事实，对无？所以咱来写互人看，好。文学的个台文通信的内容，吼，文学的个占55%，咱的台语是有法度写好的文学作品，水气的文学作品，吼，55%。其中伫台文通信上创作上侪的作家，就是咱后壁要讲的陈雷先生，吼，好。过来学术性的文章差不多占10%，吼，即个学术性的文章是甲语言的讨论较有关系，因为因就是要讨论台湾语文的使用，吼，这是一部分。啊，报道当然是乡亲上介意的，吼，就是报道北美洲的同乡会，也是讲有一寡活动，吼，就差不多占15%。啊，佫有评论占5%，啊，佫有即个访问，访问是迄个时阵台文通信上受到欢迎的一个专栏，吼。因有访问啥物人？因有访问228受难者的家属，啊，佫有台湾的政治人物，比如讲 Freddie， 啊，佫有伫台湾的教学现场的先生，吼，伊毋若是访问
教台语的，伊嘛有访问教原住民语、教客语的。搁有啥？搁有马街马街牧师的查某孙，搁有访问火箭阿伯吴宗信。咱知影火箭阿伯，伊伫台湾设计火箭，火箭顶悬写啥？大家知影，伊设计飞去太空的火箭顶悬写啥？伊就写火箭，用白话字直接写火箭。咱的字是有路用的，会当写伫火箭顶悬的，飞去太空，互外星人知。好，所摆台语是有路用的，台湾通信就是继承即个精神，伊有认同的路用，嘛有实际的路用，互咱知影讲，这就是咱的语言，咱会当好好来写。好，我先讲到这。来，这位敢有人熟悉？郑南榕，伊讲过上出名迄句话是啥？敢知影？伊讲一句最出名的话，敢有知？迄上出名的就是我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伊讲的第二出名的话是啥？敢有人知？伊讲国内就是恁的代志啊。伊所讲的恁是啥物人？就是阮，就是阮即样的，对无？较早像LA， 像托隆托，遐先摆伫拍拼伫美国做台语文运动，传台语文的火箭，即款的精神，因即摆食老啊有花啊，是毋是国内都是阮的代志啊？对无？共款的意思。好所以国内啥物人继承较早？台湾通信迄款为台语文拍拼的精神，我家己报较袂臭粗，就是阮金南书院。你即马出去看，你伫北美洲，还是讲全世界，台湾掠外，伫北美洲有倒一个社团伫做台语的运动，无，敢若即个，就是阮金南书院伫做即个代志。书院就是补习班啦，就因为在上课嘛，所以补习班。想到金南，想到金南。金南是即个人，敢有知影是啥？这是林茂生。林茂生伊是台湾头一个铁学博士。伊去日本帝国大学，读一寡文学的物件，倒转来台湾去成大，去当初还佫合作啥物农林学校，就是即摆成大，伫遐的文学院做教授。总督府出钱，互伊来美国读册，伊去读哥伦比亚大学。读2档摕到博士，伊研究的主题是日本政府伫台湾的教育政策，有啥物成果？因为是总督府出钱回来嘛，所以爱研究即款物件。所以伊就是台湾头一个铁学博士，伫哥伦比亚毕业的。当台湾了后，伊就尾做甲台文学院的院长。1947年3月就无去啊。伊互人掠去，就毋知影下落，身死伫倒位嘛毋知影，就无搁倒转来。所以林茂生伊的老爸叫做林彦信，林彦信是清国时代的一个秀才，所以因家族内底即个汉话底足知，所以伊研究汉文啥嘛拢有真有研究。清国人研究汉文的人，因就会。大汉了，就会家己学一寡字号即款的对无？片名，这是清国人读册人的惯习。伊就家己学一个号叫做京南，所以拄则讲的京南书院，这个京南就是林茂生伊家己学的片名。阮要来纪念即个台湾上重要的教育家，所以阮就纪念，为了纪念伊，所以就号做京南书院。京南书院是阮4个人伫咧今年年初成立的。即位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敢若一个学生送去台湾学校迄个体体，伊嘛是阮北加州的画派理事，遮拢是画派的会员啦，一定的。即位是我，即2位，即位是今年的理事长，即位是明年的理事长，今年的理事长叫做王伟บิ๊，明年的理事长叫做郑丁丁。因2个事实是，我头一摆伫会馆教8、2班的学生。我8、2班，我头一天上课，我来讲，
咱来8字班的目的，就是你上了后，你会当转去面册顶悬开始写台语，互人看。嘿，啊，因两个毋免，因两个上到一半就开始写，就是遮尔天才，嘿，对。啊，有影后来就是倒转来咱台湾学校，就是做先生，嘿。啊，丁教囡仔不只教教，吼，一开始阮囡仔班互伊教。啊，因为找无教材，就是要教囡仔的课本，属实足好找，属实无啦，嘿，伊就家己编教材。啊，尾啊，阮就是。伊即马出版一本册，就是拄则恁若伫后壁看到，嘿，就是郑丁丁，吼，伊写的即本叫台语有练转，哦，就是伊教囡仔班捏一落来的教材。好，啊，这是阮景南书院的宗旨，要做的代志，哈。第先鼓励台语文写作，吼，是安怎要鼓励台语文写作？咱伫咧现代国家，你敢有看到倒一国内底拢专咧青美语？即款国家敢有法度兴旺，敢有法度生存？嘿，若是明仔载台湾独立建国了后，啊，咱大家拢讲台语，安尼是毋是大家拢是台语的青面语？嘿，即个状况袂当发生，所以阮要来鼓励大家会当写作。吼，第先是鼓励大家会当捌字，啊，毋过你捌字了后无物件通好读啊，嘿，所以爱鼓励大家写互别人读，所以阮来鼓励台语文写作。吼，第二项要鼓励。台语媒体创作，就是大家捌字会当读真正，先用听的，所以来做一寡影片，来做一寡有诶无诶，互你会当用听的，哈。所以鼓励台语媒体创作，啊，发展教育训练的时间，就是要来教囡仔，要来教大人，拢会使。毋过欠先生，嘿，所以阮就是想办法训练先生，哈。啊，包括拄则讲的迄个课本编辑课本，嘛是即个原因。有台语的先生，你要教囡仔无教材要安怎？阮来提供教材，吼，这是阮要做的代志。吼，啊，过来就是提升台湾人的族群意识。吼，是安怎要鼓吹台语文？是安怎要鼓吹大家讲台语？都是为了台湾人的意识。嘿，若无讲，干那讲一个话是有啥物意思？就是要互大家来做台湾人。吼，这个部分有较复杂，就是亲像。阮阿公迄样的，伊讲即马80岁、70岁、80岁迄样的，因事实出世就是台湾人，嘿，啊，毋过国内的人，事实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才会变做正港的台湾人，嘿，啊，迄个觉醒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你要甲你较早学到的物件拢单掉，自顶头生才会成做一个台湾人，嘿，啊，我的观察是安尼啦。像我即款会的人啊，大概是政治先觉醒，语言才会觉醒。因为对我来讲，语言还佫是伫咧厝里有听着爸母咧讲，啊语言迄个物件较对我来讲较无要紧。毋过我自细汉都毋知影台湾有民主即款物件，啊所以迄个转变是爱对政治先转变，感觉讲啊，即摆的政府事实毋是为咱咧做代志的政府。安尼吼是独裁的政府，是实民的政府。啊，你才会翻头去做台湾人，想要做台湾人。啊，这个时候你迄个语言才会倒转来你的身躯边。毋过，凭我较少年的人，尤其即摆若是30岁、20岁，这个少年人对因来讲，民主这款物件是因已经有经验过。对因来讲，毋是第一直接的变做台湾人的头一步。对因来讲，要变做台湾人头一步，事实是语言的觉醒。因爱对语言的觉醒，才会有政治的觉醒，才会知影讲即马迄个实民的体制还佫伫咧，嘿，所以要来提升台湾人的族群意识，要互大家意识到我爱来做台湾人。对少年的人来讲，事实是对语言开始，嘿，好啊，上尾一项就是培养新一代的台语文使用者，吼，就是囡仔是咱的望啊。但是即摆无台湾囡仔，后摆就无台湾人啊！所以教囡仔，建立台语家庭，嘿，伫咧厝里大家拢讲台湾话，囡仔自然变做台湾人。好，这是阮要做的代志。实际来讲，在做啥物咧？咱拄则有讲到台湾学校的台语课，对台湾学校北加州的台湾会馆有台湾学校，台湾学校内底毋是干教台语，因为教委会拢会叫因办 TCML。嘿，都是中国话的课程，吼，迄因为伫办。嘛有一寡有诶无，啥皮拉提斯啊，啥物瑜伽，吼，阮有甲瑜伽先生讲，你敢毋通用台语教？
毋过台语课的部分，就是金南书院底包，就是阮摕来办安尼，所以课程的设计啦，还是先生要去倒去找啊，这拢是阮来负责，所以阮就有线顶的台语课，对大家来讲，较要紧的可能就是8、2班，读册会安尼，所以就是上课2月底要开始新学期，因为拢伫咧线顶，所以大家人来参加，尤其是8、2最要紧，好。另外一个就是教材，即本顶礼拜拄送出去印，即马伫咧Amazon会当买，就是顶伊业绩有影摕来教过，所以有影会当教，有影有教过一摆，或者台语有练转。内底特色是啥咧？就是无汉字，因为你伫咧美国要叫囡仔先学汉字，才来学台语，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内底所有需要解说、做解说的物件，拢是英语，阮无用中国话来解说，所以囡仔无需要先学中国话，就会当看即本课本。逐课内底咧，就是一句句型，差不多10外个单语，10外句的单语，就是迄个额袂讲伤侪。差不多教2礼拜教会了，教1课教会了，所以12课就差不多一冬的时间安尼。像这内容大概拢是囡仔的生活会拄到的物件，即只鱼的目睭真水，我较介意迄只兔仔耳仔真古锥，即课就是咧练习真甲正，就画一只鸟，互伊讲鸟的目睭安怎，伊就讲足大蕊。真古锥，互因家己去做句，所以阮的课本内容大概是安尼。好，阮望大家逐个月上无有1工的时间会当来讲台语，所以阮就是1个月办1摆活动，叫做青仔卡。青仔卡是啥？就是大家泡茶、开讲、行棋，迄款所在叫做青仔卡。就是啉食吃啦，有通啉，有通食，有通佚佗，所以阮8月的时阵去唱歌，9月时阵办烘肉，10月无翕到相片，阮去公园耍叫 K 11月去茶店食仙草，12月办马价，正月要办倒椅，2月要看歌戏，所以阮安排1个月安排一个活动，大家来拢讲台语，你就有会当听，会当讲，有通练习，安尼。阮嘛是鼓励大家，逐摆有一个人上台发表，就是讲嘛，有讲有听。若无大家坐伫遐嘛，事实嘛是无啥物意思嘛吼，就是请一个人上台讲话。好，这是青仔卡。另外一个最要紧的就是，拄则咱讲到北美洲90年代的台语文运动，所以阮咧做即个台语文运动的记录。就是较早发生啥物代志，去访问遐个头人、遐个先辈，讲较早恁做啥，恁的信念是啥，恁做啥物代志，所以阮有影飞去托隆托去找陈瑞先生，就是台湾上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若是台湾有一个作家要送去诺贝尔委员会，就是伊，阮就去访问伊。较等下咱来看一个阮访问的内容，安尼好。好来，即马就是录音这来讲伊的国内要伫咧Chicago办台语课的安排。好，这是写我是谁我是谁就是我是谁的意思简单自我绍介好，我是谁会当3个方向来了解我这个人，这个部分较轻松好，第一个就是我是解严世代而且我写讲，伫18岁进前是中国人。35岁进前是中华民国人，当认真拍拼在做台湾人这是第一部分因为咱今仔日的主题拄好是认同所摆我等下伫即部分小可搁解说一下，是安怎我会安尼写。第二部分是我的背景我是成大台文系，搁成大台文所出业的所摆文学算是我的专业因为我咧写学术论文的时阵，其实就对认同即个议题真有趣味，所摆我就找到即个人伊叫做刘克明，伊是清国时代出世有汉话的爹地毋过后来伊伫日本时代有读日本册了后，伊就伫学校内底师范学校内底做甲足悬的官
教日本人台语，啊，毋过伊也有一个想要带台湾人做日本人的即种认同，嘿，啊，这是我迄个时阵就对即种认同诶议题真有趣味，就做以做主角来写论文吼。啊，所摆迄个时阵甲我考试的人，我的指导教授是汉学的专家吼，台湾咧做汉诗文的专家是一林教授吼。啊，我迄部分要考试的时阵，就爱有即个历史背景的人来甲我考试吼。所摆我考试的委员有一个是台湾史的专家吴明察先生吼。啊，所摆算是文学甲历史的即部分，拢是我有趣味的物件吼，我有受过训练的吼。好，这是我的背景。啊，第三就是我即摆的身份吼，我是2个囡仔的老母吼，啊嘛是我伫美国的国校食头路吼，嘛算是一个先师吼。啊，因为行来到遮吼，行来到台语文做台湾人的即条路，所以我嘛家己徛做是一个台语文的运动者。好，咱来讲认同。我是戒严世代，我是1986年出世，吼，这无啥物好暗藏的吼，就是1986年吼。好，我是人讲吼，阮即个呢叫做天然毒，敢真正有天然毒即种物件？我甲大家讲我的经验吼，我家己嘛是咱画派的会员吼，啊常常伫迄个群组内底就看到先前讲，是安怎即马台湾人拢袂觉醒，吼，大家拢真生气吼，尤其是看到即马立法院的即个现况，啊，其实我的故事算是会当互大家一个参考吼。我1986年出世吼，人叫天然毒，毋过即个天然毒的定义是啥？讲遮个人支持台湾的现况吼，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毋过即个意识的形态，吼，咱来看，足奇怪哦，无一定支持台湾独立，足奇怪呢。若是咱感觉讲咱甲中国无关系，吼，啊，咱读的册，我读的册是有台湾历史的，是安怎？我袂感觉讲，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佫会感觉讲，哦，就是华独的即种思想，是啥物原因造成的？我成长的过程，人已经无法度，我的当初已经无法度足自然的讲台语。伫学校内底就是讲中国话，吼，啊，爸母就讲学校安怎教，吼，你着安怎听；先生安怎教，你着安怎听；课本安怎教，你着安怎听，吼。好，啊，课本中华民国的课本，就是教咱中华民国的史观的台湾史。虽然我有读着台湾史，啊，毋过2班就凊彩就讲过，吼，啊嘛毋知影啥物叫做白色恐怖，吼，毋知影党外，吼，安尼算是有学着台湾史，吼，好。所摆我讲我家己伫18岁之前，算是一个中国人，吼。我嘛毋是讲一出世就感觉家己是中国人，学校安尼教我就感觉我是中国人，毋是哦。我嘛是像安尼啊，就是感觉家己就是台湾人。啊，毋过即个台湾人伫18岁之前，我甲学校教我的，吼，遐个也是讲我读着的，也是讲我的环境，互我的遐个文化的价值，当做是我家己的文化的价值，安尼敢对？无怪我进前迄个时阵会有迄个中国现啦，吼好。过来到18岁去成大读册了后，吼啊开始伫体制外读着啥物叫做党外，啥物是白色恐怖，啥物是228，吼开始捌代志啊，吼开始知影咱有台湾人有一个真艰苦的历史，吼啊毋过我还未有语言的即个意识，吼足无彩的台湾文学系无认真做台湾文学的研究，吼好啊毋过就是有因为有即个政治已经压落啊，所摆就开始思考。啥物叫做台湾人？台湾意识是啥物？才会行来到遮。好，我感觉我家己即个转变的过程有一个挖角，就是我开始捌字甲写字。好，我有参加明翰的读册会，好，读到的就是陈雷先生的作品。好，啊，因为即个物件其实真学伫5分钟、10分钟讲互清楚。好，所摆我伫今年的9月的时阵，有一摆参加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演讲。吼，啊，即场是我讲的，就是要讲陈雷先生的小说，吼，对我的认同有啥物款的影响。吼，啊，伊的小说是安怎？阮会讲，伊是台湾上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吼。啊，大家若有趣味，手机啊翕一个吼，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 YouTube 顶悬吼，找到即块影片吼。啊，内底就有讲我是安怎看陈雷先的作品，啊是安怎影响着我的认同吼。这是第一个哈。好，祝大家有一个时间。
嘿，对，迄就是大家翕着着。啊，若是讲无翕着嘛，无要紧，就是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146回吼。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读着字，读着文献，吼。我家己是足爱读文献的人吼，就是因为即个文学甲历史的即个训练吼。我读着文献的时阵，第一摆读着教会部，吼，这是台湾府城教会部。什物时阵？清国时代吼，1885年、1886年的时阵的台湾字吼，头一期吼，伊写啥？伊写讲是安怎因要用即款字来教台湾人？伊讲，所以阮有设白米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捷。白话字是为着啥人设计？是为着所有的人。汉字是为着啥人设计？是为着精英、读册人。读册人，吼，咱敢知影讲汉字爱学偌久，爱学偌济字，才有法度好好学知识、读册。上无爱3、5档，嘿，爱着学2000字到3000字。啊，白话字咧，若是囡仔吼，囡仔差不多3、4个月学会晓白话字，伊就会开始就要开始做句啊。若是像咱先前2礼拜就学会晓。嘿，其实大家安尼看着有法度摇会出来，讲内底是咧讲啥，对无？我看到即句话真正足感动的，就是伊是为着正人，吼，为着要传播知识，虽讲因头起先是为着，当然因来到台湾的起初就是为着要宣教，啊，毋过因为因要互人知影讲，吼，新的文明、新的知识安怎，外口的世界是安怎，吼，所以咱看会着。进前咱小界的吼，有文学的，有物理的，有数学的，吼，等等，拢是会当用咱的字来写，嘿，这就是一个白话字的利益的证据，吼。啊，所摆我学会晓捌字，学会晓看字，学会晓写字了后，就知影我进前直直看袂真的迄件代志是啥，吼，就是台湾抑阁互中华民国实名的即件代志。实名即2字是无人敢讲的，真罕得有人敢遮尔明白的讲出来吼。啊，这嘛是安怎台湾即马民主化了后，咱甲要无法度建国，无法度有一个足强的文化意识，吼的一个原因吼。我的例会当算是一个真好的例。天然岛敢真正有即种物件？无，若是咱无文化意识，咱就是继续做中华民国。华人世界的骄傲，吼，就是民主化的骄傲，吼，这听起来足奇怪，对无？好，所摆有即个意识了后，今年咱拢知影讲，伫美国的学校，也是讲逐州，吼，拢有即种 international festival， 也是讲 culture fair， 即种小解咱的国家，小解咱的文化的机会。吼，啊，我迄个时阵就甲金南书伊合作，吼，做即块影片，要来小解白话字的历史，吼，啊，迄个纸板，就是我迄个时阵做的，吼，是安怎我要安尼做，吼，咱会当看到，吼，倒手边会使徛来遮，吼，倒手边我就是小解白话字，吼，过去咱捌字写字的人，吼，因是啥，吼，啊，正手边就是现主时捌字写字的组织。吼，啊，顶悬就写咱Formosa，吼，写咱Formosa伫倒的，啊，白话字甲Formosa的关系是啥？啊，下骹就是咱看到拄则看到的遐个文献，我就放来遮，吼，啊，即个影片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世界有台语，吼，台语是全世界拢有的，吼，啊，台语嘛有世界，吼，啊，若有趣味，大家会使共款翕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迄个 YouTube 顶悬看迄块影片，吼，好。落尾，咱来讲我的课程吼，要安怎安排？好，我感觉家己真有福气吼，我应该是全世界头一个用英语加台语的课本的来教台语的先生吼。咱的接续的迄个囡仔课吼，我就用即个课本哈来教咱的囡仔吼。啊，内底有12课，应该会当用一档吼。啊，咱一档就是顶半档就先教一半，后半档再讲另外一部分吼。这是台语囡仔班啊，较单纯吼。过来要讲历史课吼，
其实我家己毋敢讲我真正要来教台湾历史啦吼。所摆我教即个课叫做台湾历史讨论会，吼即个讨论会我安怎来带大家讨论，就是要来讲我原底的想法是安尼吼，咱可能有八届的迄个课程，顶半当4摆，后半当4摆，来讲两个市民迄个时机吼。一个顶半当咱来讲1895，吼后半当咱来讲1945。1895年，吼台湾有啥物款的变化？好，这是清国的国旗。咱有4摆的课对无？吼，头一摆可能咱就是讲，1895年的时阵，清帝国甲日本帝国两个帝国有啥物款的无共？吼，第二就是咱要来讲是安怎日本人要来占台湾？吼，因的起因是啥？为即件代志来讲，这是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吼。即张相就是迄个时阵同齐翕的吼，170吼，下骹有写杜吉杜。吼，若有看斯卡罗的人，吼，迄个正台湾上正的迄个电视出，吼，斯卡罗吼，就知影杜吉杜是啥。吼，这是日本要殖民台湾的一个足要紧的起因。吼，后来日本人来台湾了后，因是安怎要留台湾？吼，伊其实嘛经过一个辩论，就是讲因迄阵咧讲，台湾即个所在人去吼。派人去，就是毋是战死的，就是病死的，是安怎要留即个所在？甲即个人真有关系，苦岛信美，吼，伊对台湾统治的理路，吼，嘛是受到伊的东华的法度有真大的影响，吼。咱知影西方的文明，吼，因要殖民其他的国家的时阵，因是一手举枪，一手举圣经，一手摕圣经，吼。日本人因圣经。基督教毋是天主教毋是因的宗教，对无？咱因安怎殖民台湾？吼，咱就要来看即个人是安怎做，吼，苦岛信美。好，这是一个就是为伊的故事来讲日本时代的统治，吼，好，歹势。过来，咱要来，阁有一节课，咱要来讲，除了1895年的时阵，吼，1895年头前后壁，除了唐人，吼。除了原住民，除了清国的官，阁有啥物人伫台湾？即阵人其实罕得有人注意到，吼，就是传教士，哈，这是大家敢知影这是啥？这是马偕牧师，吼，伊边仔即位，敢知影是倒一位？就是啥？这是张昌明。是台湾人，吼，迄是马偕牧师的看守，吼，伊是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的女性，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的人，吼。大家即摆讲到环游世界，一定会想到一个人，就是林献堂，对无？吼，大家讲林献堂是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毋过毋是呢，伊比林献堂搁较早，吼，毋过。伊的女性的身份，阁有伊的故事写用白话字写的原因，所摆大家毋知，这敢毋是真无彩，对无？好，所摆咱有一摆的讨论会，就是要来讲白话字加传教士，吼，这可能就是这4摆，吼。好，过来咱要来讲陈雷先，吼，陈雷到底是啥？吼，直讲即个人的名，毋是唱歌的迄个陈雷，吼，伊是，好，咱来看伊的小解，吼。1939年出世，台南外岛人，囡仔时代伫台南市大汉，台南一中、台医学院出业。1965年到美国做实习医生，接续伫加拿大读博士，过去英国做研究。1973年伫加拿大做开业医，吼，伊是医生，吼。这是陈雷先生所写的册，吼，遮尔济，对。这本册就是伊开始写台湾字的越角，吼，毕加春这本册，伊咧写啥？伊咧写218的故事，吼，伊内底的内容，是用中国话写，毋过对话的所在，伊就想要用台湾话写。毋过伊迄摆写了，就感觉咱台湾人的故事要用中国话写是真费气，吼，真无妥当，所以伊就开始学白话字。吼，嘛是，就是伊2礼拜就学会晓啊，吼，因为会晓讲，字会晓看，就会晓写。好，遮个册，吼，因为伊嘛是为着迄个时阵，
爱互人看有伊的作品对无？所买遮的册拢是汉罗合写吼。即本册是今年出的，即本册就有新的试验吼，内底就有一趴是白话字，一趴是汉罗合写的即种法度吼来出版吼好。这是伊上要紧的作品是，应该讲海内外的读册会一定会读到即本吼，就是《乡树宝记》吼，伊写台湾人认同的走找认同的迄个目屎吼，搁有台湾用端碟的台湾话来写台湾人的故事吼。最后的甘蔗园甲白色的甘蔗园，即两本是甲白色恐怖有关系的故事吼。这是第一篇吼，这第一篇伊的第一篇作品，互人学落做是台湾的 O. Henry。咱知影讲 O. Henry 是教写英语的第一篇小说，对无？好，所以大家若有趣味，会使找伊的册来看。好，过来咱就陈瑞生的身份，伊嘛有一个身份是伊是吴小珍的阿叔，伊是阿扁的亲戚，这伊家己较无爱讲啦，毋过这是事实，好，过来就是伊是台湾通信，咱拄则讲的即份杂志，足关键的人物，毋知影大家敢有熟悉内底的人，其实头浪头这边遮的台湾运动、台语文运动的先进，因其实嘛拢是台独联盟甲画派的会员，对，秀婉姐、英仔姐。国旗兄，伊做台独联盟的会长做几落冬，这是正贤兄伊嘛是台独联盟的秘甲做过助理是啥物？搁有另外一位是陈成旭，成旭兄，伊迄阵是因为这是头浪头这边最后一摆编辑会议所翕，迄阵伊拄好转去台湾助选，就无翕着，好，对，所摆陈瑞生嘛是因即阵人，就是伊带遮的学生后来才有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才有台湾通信的头浪头编辑小组安尼。好，咱接下就来看阮即摆去头浪头所翕的一块影片应该讲加了就是互大家分享，互大家看的一块影片咱即摆同齐来看。上尾就是大家来有支持阮的理念，来参加阮的活动，亲像青仔脚恁可能无法度啦，毋过阮上课咱伫咧线顶，连面要开课大家都来参加，尤其是8字，因若8字咱就是同一国个，佮讲阮即摆的经费拢是差不多85%，拢是对阮理事的力地仔捐出来，剩的就是比如讲办买个爱买挂包阮就收一寡挂包的材料费办烘肉爱买肉收一寡肉的材料费，迄嘛是有一寡收入啦安尼。今仔日若是大家有法度会当寄付一寡阮嘛真欢迎10箍20箍无嫌少，100、200无嫌多若是要转去再来寄付，嘛会当寄支票来，还是讲伫咧网络顶转销。另外一个就是阮的课本即马伫咧亚马逊伫卖。我是希望讲大家若是有熟悉啥物人伫咧美国教台语，请恁甲因推荐即本册，因为有影是有路用的。阮开足侪心神伫遐编辑。嘛是希望讲像侨教中心，若是会当甲即本册列伫咧因的册单，若是有人来问讲阮要教台语要用啥物课本，嘛会当请侨教中心来推荐即本册，互大家知。我知影侨教中心拢有补助足侪中文课师资课本，对无？我希望讲，咱即个专门为着美国囡仔设计的台语教材，是侨教中心会当摕来互大家用的。好，以上感谢，较等下就开始 Q&A， 看有啥物问题。好，来，大家有问题当问。